各位好，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今日係2026年嘅5月16號啊。咁咧，我啱啱喺一條天橋上邊咧，見到有一班蟻咧，就去食緊一隻甲蟲。呢隻唔係曱甴嚟嘅。咁咧，我喺度觀察咗一段時間，發覺呢隻甲蟲其實都識喐嘅喎。因為我發覺隻甲蟲佢係自己喐嘅喎，佢唔係啲蟻搬佢嘅喎。咁即係我從呢個現象見到咧，呢個係非常之厲害嘅。啲蟻咧係咁細粒，隻甲蟲大到咁多都可以俾隻蟻嘅攻擊啊咁樣。咁我見到就係隻甲蟲佢係自己喐，佢唔係俾班蟻搬喎。其實正常嚟講，嗰啲蟻呢個數量佢搬唔喐隻甲蟲，同埋我見到隻甲蟲嗰啲腳係有喐到喎。咁咧呢個係反映咗一個道理，就係合作係非常之緊要。因為一個人嘅力量係好細，但係如果你夾埋其他人咧，個力量係非常之偉大。所以點解話1+1唔係等於2？會有個乘數效應咯。譬如我哋咧英文咧會叫做 crossover 其實係乘號啊嘛。咁其實你有冇諗過，譬如一個人同一個人合作，其實正常係1+1，但係其實唔係。譬如舉個例，一個人有2種技能，另一個人有3種技能，其實佢哋唔係用2+3呢種表達方式，而係2×3。佢哋嘅能力係用乘數去計嘅，咁所以你會產生咗好多唔同變化咯。所以人同人嘅合作係非常之緊要。咁當然係會有一個利益交換。咁你咪會明白一樣嘢，就係如果一個人單打獨鬥咧，嗰個勝利唔會長久。但係如果一個團隊入邊有一個共識，大家好合作同埋係思想係大致統一咧，嗰個威力係無窮。基本上，如果你話唔止係2個人，係20個人、200個人，咁一個好完善嘅機制之下咧，嗰個威力亦都係非常之勁，非常之厲害。當然啦，如果係嗰個人係有缺點，而嗰個缺點夾埋其他人，嗰個缺點亦都會用乘數效應去發揮作用。咁今日講到咁多先，多謝大家。